继续天意的剧谱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旁边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改等于同乡，了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将你走去的路，温眼风给你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儿子有没有好一点啊？那就好了。什么？钱又不够了？唉，怎么这种药这么贵啊？我才刚跟超哥借过薪水，我怎么好意思再跟他借钱呢？不要这样说啦，人家超哥已经算是很帮忙了。不然这样子啦，你请医院哦，再延几天呢？等我这边领到薪水啊，我就给你寄过去，好不好？哥库罗萨，还没。这阵子啊，真的没有时间了，很忙，没有时间去处理了。我不是随便说说的，我答应你的事情啊，我一定会去做的。现在家里需要钱，你要让我去赚钱啊！你不要哭嘛，你不要哭好不好？这件事情啊，我一定会解决的。等我找到了他，我就会跟他办离婚，给你一个名分好不好？阿文，不要哭好不好？拜托你，你这样子逼我干嘛呢？好了好了好了，电话费很贵了，不要讲了啦，啊 ，OK。好，再见再见。海师傅啊！啊，海师傅啊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伫咧啉酒啦？
佮听过迄船头要咸鱼做啥物？哎呦，当都是有人讨论呢。是讲了对了，错啦错啦，来，饮酒了。哎，可南有啊，过一副1万块啊。师傅啊，毋过听过有当都事情，要拖怎么样来处理呀？天公的事情啊，天公一张讲啦。来，饮酒了。还是呢，师傅，来了师傅，拿敬一杯啊。好。小陈啊，要滚了，滚你了。师傅啊，我看吼，根本就唔是很烦啊。这我看来吼，你不一样的啦。小陈啊，有是个明白聊菜嘛？无呢。啊，用来讲爱听我样呢？唔咩啊，阵来御花园检访以后啊，佢生意做越来越好啊。韩国哦，恁日本转来的太厨师呢，你看过个场面有几多啊？原来迄弥漫着迄种传统洗船人做人比的呀。我看吼，迄路这可能300天有问题啦，我200%把都唔样。好啦，唔是讲的啦。啊，再讲下去啊，我酒就无用了，来。啊，来，别走啊！别走。说下去啊，慢就我们真讲老周些有关的事情了。慢以前讲，慢饮就会够了。来，吃出来了。我啊。那今年的酒量啊，当好，根本啊，安尼就连本去爽啊！看看啊，蔓延酒量啊，较好啊！来，好，别走。无酒嘞？我无诶。头干有啊？比如啊，给我拿艺术来了啊！来，好了，大家不油了。来，别走。别走。师傅啊，我今天有啉到有爽啊！啉个当爽呢？爽快吼！爽快。师傅啊，我来就冲条个滚汤好吗？就会冲过。嘿呀，你冲啊！水汤哦。头发开来的叫发哪里么？师傅，你会冲我啊？我不会冲。哎，师傅啊，你我买做么啊？算了，我无偏财啦。哎呦，你这吃可能没说嘛，反正没花没多少钱啊。你就当初去买一个希望没哈？你看大乐透的头出。是呢，无听错哦，个几比这点呢。看你讲的哦。头出是呢，是呢，哦，伊啊迄几多钱啊哈？伊只洗身盆的，地表的讲吼。你看啊，佮用钱吼，安尼洗头吼，唔伫迄嘛感觉咯吼。师傅啊，你想看啊？很多的，真是当你伫做法吼，那段的不是那油唧唧，一身的油盐味啊。当然啦，迄讲唔好做出迄把吼，你莫相关啦。不过吼，迄味道传前吼去做些，留给味道这家兴趣吼去做些，迄种的感觉吼，完全就无共样啊。迄种怎样讲呢？这是一种自由的感觉啊！走，自由就是自由了。师傅，来，生意。师傅，真的，懂厉害呢。无啦，真的哦，有钱吼，真嘅懂好呢。唔是谁吼，我冇钱好什么？
你唔是说阮无想要许我家呢？韩国吼唔是强骗人要讲唔信啦，这也总敢讲啦。师傅啊，咱讲哦，买倒都会买倒啦，一杀一种做的啦。这家偷一做嘛。来，好嘞，好，好嘞，慢阿姨。刘家，亮床啊。白枪，公主的神明哦，天数爱陈坤明老先生也讲起上啊，就讲吼，爱无贪心啦，爱要当医长做伙啦，去抽奖吼。说刘凤啊，太师傅到了，哦，伊还有补养啊，生意要hiệu哈，拜托哈，师傅啊，两个西医啊，先给做头奖，女生问题就做得全部解决嘛。阿妹，无闲哦。你我暗咯，加班啊？系啊，要是想讲加班吼，做伙甲存点钱啊。我经常存钱，身体轻重要啦，存啊。爱滴啦。你唔是按表咧存钱，我存到做嘛喏？阿妹啊，公司才发，你还头脑与我太极按聪明，给判事的能力与我一起按好，连个假词吼，爱比唔错。古时爱想哦，要好好达标，从他留钱，不然没有卡做体育，好幸福啦。长久啊，阿妹，爱滴啦，因不卡四个生意吼，但请爱伊啥，最不阿妹少。这种崇拜啊，阿妹不爱拄给我事情哦，按重新难过。不过也吼，也要好好珍重，好好达标，绝对吼唔会不阿妹失望。你就安样想，阿妹就真放心的，哈。啊，第一步然后太久无吹啊，阿妹，你运动忝吼，你要记得哦，要保重你自己的身体哦。你好好多只补养，阿妹就轻松多的，谈什么啊？呀，就得小阿兄弄了啊？无啦，哪有喏？我就做就对死心的啦。哎呦，上岸上掠去咧，对什么？伊唔会讲买好读的法，还有可能有什么中医癌咯。中国啊，阿妹同我讲哈，唔免生得好看，不讲好听的话，什么就会中意人的嘛。你阿妹来的，你有只善良的心，迄也少有无会福气。阿妹相信有人一定要寻到真好的什么啊，对吗？爱弟啊，爱弟。过年以后我阿妹煮东西不会唔是啊，阿妹，爱煮啦。可以哦，伊都按按无限哦，恁都可以爱煮，爱煮你最好食嘅客家板条好冇？我煮啦。唔搞爱都会煮啊，阿妹做一下吼，爱煮我哈。啊，请乖哈。可以啦。长久，阿妹讲呢，照顾一生人，因为你
阿妹乖来。哎，加油啊！你有没有喊地条兵哦？啊？哟，K 师傅，你有没有喊忙准哦？出去啦！我靠，这最重要的啦，出去啦！我还会19了哈。哎，K 师傅啊，以后啦你，坐点，要师傅你追哈。俺冇追啦，俺冇追了。加油啊！有东西要送给你了。你看啊，心意送给你了，50块买一只希望啦，迄真嘅帮我买到哈，5000万俺也买了加油啊！拿酒了，俺19了啊！俺19啊K 师傅啊，那多比石油茶给你好吗？俺冇爱啦，俺冇爱喝茶啦，俺19啦刘家，比如给我拿1束来啦。来啦，再过来了哈。好。歹势啊！不然看到我按难可能用诶。不会啦，大三年有的时间就会是追究嘛。加油啊！你会喝酒吗？不会啦。加油啊！有一种病叫做第2型脊髓性肌肉萎缩症，你有谈过吗？没呢。这是一种遗传的病，这种病会本人鬼神磨练，无法度起得到行路，严重的话会死体。较好的头那面看做得有正常的表情。眼来就会得到2种病。我听说这是天公伯对俺的惩罚。俺每一个好男人，爱心强大，强修到去我背后打天下。无所谓，俺后生的时节不靠太细，就不爱表态，一心一意想要打拼，做一番大的事业。唉。没想到没想到，我全部就冲病，那个东西就没得到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我没面皮转来面对记掉了。
多面啊，有一张机会去日本发展，去东藏地啊，听我买神花无按过的，差唔多啊，我就带家方啊，帮你透色。不过你还成功了呀，做得本姑娘还有3年过后的身份呢，错冇？我的冬天多么好的时节，拄到一只台湾来的小妹，伊就会了行来补鸟，他在尤其天数啊，每张有2下。哎，你到台湾的姑娘还4年了。我唔知，我唔知啦。你就冇记到个消息？伊听迄天公伯啊，对我的执法，我日本来啊，总得到2种票，我对不起2只的小妹人，也对不起2只的家庭。天公伯还冇公平的呀！就算讲要处分你就好嘞。4年了，也有事情就冇关系啦。是啦，是啦。是啦，我不应该按你讲法的，挺冇礼貌的。冇关系啦，我去个安阳哦，做唔到本人原谅的，那加油。假使讲，我的意思哦，迄假使讲哦，假使讲哦。你迄个冰天妹吼，你做的原谅，家己才做阿爸的梦。错啦，我去甲安阳吼。佢无法度本人原谅的，然后安妮斯，你讲哈，你妈给死哦，你就老娘讲，那做对天数嘅，我要亲你，好吗？很仔细啊。假使讲你迄个冰天妹啊，你做的原谅，天天才做阿爸的梦。
太姐啊，你做嘛也看我啊哈？来会害羞啦，哈哈。假使，你讲，有一年阿爸真经做来了，你要原谅佢冇啊？啊？你干嘛噶？俺冇糖到啦。冇事啦，冇事啦，空错了哦。伊太早又会出去做事哦，唉，又要去搞生理，唔使认真啦。那个很多唔系自家的生理就唔使认真啦，工作就要有工作嘅样诶。哦，安尼以下几多点了啊？会迟到嘞。今日拜一唔是上班啦。哎呦，嘿哦，拜一不用了诶，安尼明晚六妹不用了，挨做个水毛嘞。哎，今日老晚去天书买东西好冇啊？我不用了呢，我做得做好这个东西不太开始哦。你哦，老爱天书拿东西啦，好，就安尼啦，好，好了。没人性也没义气，只会欺负社妹嘅老阿婆。唉，冇人愛嘅老阿婆。上帝哦，做這一禮拜，沒愛不用了一年，太姐你就唔是不用了。對我來講哦，洗菜煮菜就會享受，就已經係不用了了呀。嘿愛哦，你做下做這做一禮拜哦，所以今年人嘅一定唔會講去做下嘅。哎呦，很多嘅東西呢。哎呀，你看下來啦，很電影下個暗示講的啦。你嘅東西啦，好。太姐啊，最近同就是啊，沒逛精品店。哎呦，安定一下個哦。奇怪誒，冇運氣。太姐，我已經空關咯。好啦，等下再弄哈。風筒。哎呦，沒事。冇一件啦。哎，小姐，還是要請問一下，要個風筒滴度含油嘛？就存一罐天天啦。对，架上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了，要那个明天晚上才补货。哦，对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好。什麼？你拿啦。用不啦，我冇急得用。真嘅啊？什麼呢？我一想要用風筒嚟做一個梅乾菜獅子頭啊！我想一聽一好食。冇想到我用風筒嚟做菜啊！一下台灣當時用風筒咧，台灣飯全部用砂糖，冇得冰糖。我以健康嘅角度嚟講哦，用風筒做菜係比較較好嘅選擇啦。你睇起來，你啲料理呢？你係太廚啊？哎，你有冇到了？很多。太姐啊，佢哦就係嗰隻超有名嘅美食評論家羅小粉啊。哦，你好，佢哦係我太姐，係咪蠻有嘅師傅去加油。哦。不過以下禮遇花園好食吧？公安度做嘛？既然安都好，還是表示大家有緣。我請你飲飲料好嗎？好啊！我老到就會到超級市場嘅時候，青菜是2個就好咧。我想到嚟到暗號嘅地方啦，哎呦，真係多排先呢。哎呦，佢哦係大美食評論家誒，倆對佢來講係 piece of cake，冇乜解啦。按摩禮貌。唔係啦，其實
实简单的东西还没啉嘛，但是哦，简单中的水片。需要些什么？防护花茶。花茶哦，不适合我啦。焦糖玛奇朵。那这边哦，买迄调一杯水压的防护花茶呢。哦，安尼啊。那之前哦，这个就黑互香乌龙茶呀。那吃到调白石头压个米稀的时间，那就会想到啊，防护油饭。你会想到啊？因为从细的时节，我隔壁的阿姨其实会买嗰种油饭啊，所以我从细都当家己防护香的那种米汤，有带一点的酸酸腐腐的感觉。冲啦，就黑酸酸腐腐啦。你哦，很正经黑美食评论家呢。那就想出来阿姨鸟的讲压个米稀哟。还有啊，一件点那个花茶吼，个防护香的米汤特别冲，你等下啉看啦，带一点的中药的米汤，但是冇用米哦，这个口感吃起来吼，有一种贵眼。超嘛，超嘛，以后唔系有年炖给同个时间，记得会用个防护纸呢。那知道，迄个可以用防护花，给米线会变得较丰富，还个个同时就唔会暗黄嘞，较清，安尼卖相会较好啊。你真的懂了解，反正我从来不会设定，也不会做，不会煮。因为茶汤会落。茶色要变红，茶水要转腐，所以做茶船哦，含我多几下方的术小调的功夫，长流的迄嗰种茶香清香的味道，又唔会破坏到个船哦本身的嗰种风味。错，我每次到一个茶汤哦，系真麻烦的部分呢，因为哦，个米线哦一下就变态了嘛。故说我有想讲哦，可能到个。红烧牛嘅卤米底度啊，不用嘅茶桶，安尼食起来就唔会牛骨类啊，还会有一个清香嘅米线，你知道鸟啊？嗰时候做得准啊，从鸟卡朋友哈，还是感觉当饱和啊当拄好。我在想，那个是加一点的茶香甘甜的米汤，你问有？哎呦，爱懂煮的呢。没啦，整季哦，硬搞会煮半条青菜试试喽。歹势啦，哎呦，讲等就唔记得时间咧，我就要先转来啦。今日老二讲正经讲到东番去呢，好多动作哦。我没好多动作啊，我应该咪差不多这。老太哥，迄个有事情就来你 Q 他周一时班啊。你俩米满了给喜师傅哦，每周得崭露一手啊。看封片？封片，当然封片。今日我都冇客意哦。来。哦，来。哇。这谁？你讲你太买床拄到罗先生哦。唱颜色原料呀。唱颜色原料，叫侬啥讲麻烦，就冇当到。哦，阿妹，我已经同你讲过了呢，因为听几多遍。佢假就全部嘢讲天师堂讲佢千九年啫，错冇？个罗先生冇知道啊，同佢说事冇结交。就天天做来吃饭，就做下就天黑了，还没当好咩？我知道吼，家人对佢嘅感觉咪冇快呢。係啊。兩個人對事嘅都是超有興趣，窮下咪冇快啊。錯噶。你就有冇第一個羅小芬中意太極啊？看佢嘅表現是啲咧啊，還有 Andy 家人哦，沒上到獎啊。馬莎迪哦，跟羅小芬哦，係唔係中意我啊？
有可能哦，给排泄，再为拿胎记哦做障眼法。迄讲哦，爱比煮菜的俺唔晓，不过爱比酱哦，俺又唔会煮胎记，俺要请酱啊，俺哦还是青春无敌耶。这个眼面了，全部青春痘了。嗯。哦。哪有？骗你。哪有啊？你看。我听人讲哦。嗯。做菜哈，这好食，要动要食的。难怪哦，我看你的动作又夹又强哦。跟比差多的呢。然后，迄从小天天阿妹都给做下做菜啊，迄讲哦很妹哦，就本给大师傅了哟。我在用台跟着做好了呀。顺呢，我刚刚听听。你哦是好吃的啊。我有打饭的咯。这个，又好，又素又香，又袂调油诶。想到吼，咱个料理专家哦，不但先是维持天天，还真是又紧入腹诶。冇啦，反正这个好吃东西啊，我有某一种垂挑，某一种天分做厨师，所以我才会做个美食评论家。啊，没有啊，我就做接是都当好的厨师，做好吃的菜我是啊。但是今日来做哦，好彩又有加油的天数，你无单枪来三人，那有办法做出来吼？哎呦，嘿，你太客气了啦，我哦，老你好多懂得。
好嘞啦，你两嫂就亲好嘞，莫讲我落嘞啦。快来啊！满意，是都看朋友。咱唔识讲啊，俺们想要了解大家的意见。要用钱用风筒来炒，然后年年用风筒来代替一般那个茶筒哈。满意，你真的用啊厉害啊！一次是用风筒做的。哇，个风筒食起来唔会太甜，还有香。啊，吃到用一般的海产料理哦，来做了从风筒做，可能真好呢。很真有天分的哈。满意，那个是家己的吧？那以后要注意种较太重的分享的事。真的哦。但是那同还自高了哟。河南的啊，不河南，随时分享来，知嘛哈？啊，到时候你过来的做菜帮手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安尼啊，你们俩就变喺银行做菜调解人士了。不过明日他煮的事得怎做得啦，我忙应感谢。妹，这样情况当我是给你讲甜的啊？我就定定讲个咩事？想是一家事啦。那个好。个用个几点的咯？等然后这两个几点用起毛礼貌呢？对啦。真歹势，新年的哈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吗？成功哦。你们是了。好，来了。是。大姐，你罗先生真了解哦。对食的方面真了解呢。我哋在老人家就听唔上。其實呢，真係講到多呢。佢哦要講到客家菜傳統嘅啊，還有創意嘅新料理啊，叫我買嘅看法。佢還講到你用茶嚟做菜哦。安樣啊？我哋迄陣就真難得呢吼，啊當真誠真用心哦。很神奇哦！你這樣見過佢幾擺啊？你就記得幾日嘅人按真誠哦。按你講起啦，佢做人哦有成功哦。個真誠有心哦，你這東西沒親自講的了，看佢做出就識得出來的嘛。就叫博天陽中央的意思咩？啊，天陽迄邊講啊，個導演咩講，來做戲啊不用感情不用掉，不用激動，知嘛？cái今日嘅菜我們有做啊，按你哦，我們係真誠哦。感情不用，沒有不用啊。講實在話啦，係啊，對他都是常人相用。哎呦，我這面是給你聽聽，有乜英雄好？我冇衝你啊厲害，你哦，是你做嘅菜，就得給兩個人用。係咪意思唔係按樣啊？意思係唔講不用開掉嘅，錯冇？咁你阿妹，我當然希望講90年，錯冇？啊，盧先生呢陣啊，做到唔會快啊，係咪？一唔俾講啊，係唔講同盧先生一樣啊。按我兩啥興趣窮樣，按我真難得呢。夢搞起嚟做皮夢就緊啦，啊！你想太多了啦！我講我想太多，我知道點樣快啊，最高峰咁樣快，按老師，還有是有禮貌，好吧？我識問啦，唔會快啦，你按老師，知道冇？高峰一長時間吃飯啦，我知道按兩啥親合不？興趣要窮樣啊，知冇？又很難得，對吧？啊，怎麼講唔會快啊？
秋明，我麻烦一件事情，我想要一本食谱，我要梳好毛啊。山流水何处寻？重逢难依旧不明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呀，初恋为爱你。中夜抚琴也渐起，有时孤影虚荣起。山下攀爬高帆，你也潇湘，无言又抚平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，山歌一曲能唱多些。